Hello，咁多位，我係食療研究家。你哋有冇試過咳嗰陣，咳出一啖痰，點知一睇，咦？點解今日係黃色、踩，有時又白色，甚至綠色？千祈唔好睇少呢啖痰呀，其實係你個肺喺度向你求救緊。今集呢條片，我會用最簡單嘅人話帶你睇勻4種常見嘅痰色密碼，再教你用廚房隨手就有嘅 basic 食材，輕鬆搞掂埋啲咳。記得先點讚同收藏，到關鍵嗰陣真係救到急浸。第一種，白痰。如果你啲痰又稀又白，仲跟住流鼻水、怕冷、舌苔白白厚厚，而且特別中意喺半夜或者大清早狂咳，呢種多數係風寒型。簡單講，即係你個肺凍親啦，可能係吹冷氣吹得多，淋咗雨，或者近期凍飲雪糕食太多，寒濕困住咗喺身體入面。呢個時候千祈唔好再食凍嘢呀，我哋要溫肺散寒，將體內寒氣逼出嚟。中醫食療小妙招，最簡單就係拎蔥白同生薑煲水飲。如果你怕辣，可以煲金桔、蘋果、紅棗水或者陳皮生薑水，飲完個人暖粒粒，白痰自然就少嗱啦。第二種，黃痰，咳出嚟又黃又濃稠，喉嚨好似火燒咁痛，流黃鼻涕，仲有少少微燒同出汗，而且日頭特別容易咳，呢個代表你體內化熱，即係俗稱嘅發炎上火。身體有火就要清熱化痰，幫個肺降降火。中醫食療小妙招，首選一定係川貝燉雪梨水或者蜜糖蘿蔔水。白蘿蔔同雪梨清熱潤肺嘅效果特別正。如果喉嚨真係好痛，煲啲金銀花、橄欖水或者羅漢果陳皮水當茶咁飲，喉嚨即刻舒服晒。第三種，綠痰。如果見到痰係綠色，仲伴有嚴重鼻塞、流綠鼻涕，通常係呼吸道已經俾細菌或病毒入侵，發炎得幾犀利嚟啦。呢個時候嘅重點係消炎清熱，幫你嘅免疫系統補足戰鬥力。中醫食療小妙招，建議飲羅漢果桔梗水或者桔梗甘草水。桔梗喺中醫入面係專門將藥力帶上去清埋呼吸道嘅垃圾，再配埋金銀花、麥冬水，消炎降火，效果一流。第四種，黏痰。呢種痰最乞人憎，成日卡住喺喉嚨，黏黐黐，想咳又咳唔出，想吞又吞唔落，喉嚨仲要又痕又乾。呢種通常係脾虛肺燥，或者近排食得太飽太油膩，腸胃積滯變成內熱，將體內津液蒸乾，變咗做黏痰。呢陣要健脾潤燥、理氣消食，脾胃同肺一齊調理。中醫食療小妙招，推薦飲陳皮、白蘿蔔水或者雪梨、百合水。陳皮可以理氣化痰，白蘿蔔消食導滯。如果覺得個人有啲翳焗，嚟碗烏梅綠豆湯通一通腸胃，啲痰就唔會再咁黏黏啦。最後都要提提大家，食療只係日常，幫身體打打氣。如果咳咗好耐都唔好，或者夾埋高燒，一定要快啲去睇醫生呀。你平時咳嗽最常出現邊種痰，或者試過邊款食療最見效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，記住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仲要分享俾身邊成日咳嘅朋友呀。